今集介紹呢個摺疊式嘅充電座嚇，已經嚟到第2代啦。喂，咁第2代有咩進步啊？最大嘅進步咧就係上面嘅比 iPhone 嘅磁吸充電已經進展到呢個 Qi 2.2啦，最大可以提供到25瓦嘅無線充電，比起市面上一般嘅15瓦為多嘅。咁所以你用呢個 MagSafe 嘅無線充電咧，都可以享受到非常極速嘅充電啦。咁另外總共有3摺啊，當然有原因啦，係俾你充埋呢個 Apple Watch 同埋係 AirPod 嘅。Apple Watch 咧有3瓦嘅輸出，而 AirPod 咧係有5瓦嘅輸出，支援3個設備同時充電啊。咁最大輸出咧就係33瓦嘅。供電非常之簡單，就係後面呢度咧有一個 Type C 嘅插座，插上 Type C 線咧就可以開始3個設備嘅無線充電啦。咁呢個產品咧已經攞咗幾個嘅安全認證啦，仲有過熱、過充、過流同埋短路嘅保護，唔使擔心安全嘅問題㗎。上面呢個位置咧仲可以俾你選擇個電話打直定係打橫放嘅，有時你打橫放睇住劇都得㗎。Xpower 第2代 IW31啊，摺疊式無線充電座，咁啊最適合咧有多過一個產品需要無線充電嘅朋友啦。呢件 Xpower 產品都有1年保養，半年內有壞啊，仲1換1添。仲有購買任何 Xpower 產品咧，即可喺產品表面啊做翻個個人刻名服務嘅，訂製個人以及公司嘅禮品啦，打造你獨一無二嘅禮物啦。詳情可以向 Xpower 客服查詢嘅。